大家下午好啊！其實呢，我係一個好正經嘅男仔嚟，我希望大家呢，俾多啲心機，想辦法了解一下我個真實意圖。我而家呢，想同大家講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，係咩事情呢？就係呢，為咩有好多女仔咁咪中意男仔呢個群體呢？唔中意有一次個男仔呢？就因為佢讀書嘅時候呢，佢個班主任揾佢去傾偈，同佢講：小峰啊，你呢排呢，為咩成績下降得咁快呢？你係咪中意班上某一個男仔啊？你成日都諗呢啲污糟邋遢嘅嘢，你點考得上名牌大學呢？你考唔上名牌大學，你以後呢，就只能去廣東打螺絲咯，去飯店做服務員咯。最後呢，你呢個人生呢，只能嫁俾你條村個二號仔啊！你係咪想咁折墮落去呢？啊，小峰，呢個時候呢，小峰就自尊心發脹，佢就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斬斷對所有男仔個中意之情，扭曲自己個心理，把所有男仔想象成假想敵人。久而久之呢，呢種扭曲嘅心理呢，就形成一種習慣咧，咁就冇藥可救咯，係咪係啊？